演員陳錦鴻喺顏聯武嘅網上節目《顏色生活》入面，講到自己停工多年，陪患有自閉症嘅18歲兒子陳嘉華成長，仲探討緊佢個仔未來獨立嘅可能性。但呢個原本充滿愛同理性嘅分享，因為顏聯武心急嘅假設性提問，最後演變成一場火藥味十足嘅局面。顏聯武用傳統嘅角度去追問陳錦鴻會唔會擔心，而陳錦鴻就帶住現實冷靜去反駁：我擔心，咁又點？呢一幕反映出社會對自閉症、對照顧者嘅無知、不理解同盲目嘅審視。點解到咗今日，大眾對自閉症嘅誤解依然好似冇變過？問題到底出喺邊度？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最新數據，全球大約每100個細路就有一個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喺澳洲，呢個比例甚至高達每70人就有一個。喺香港，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嘅數字每年都喺度上升，即係話自閉症根本唔係咩極端罕見嘅病，佢就喺我哋身邊，喺我哋嘅社區、學校，甚至你同我嘅親戚朋友屋企發現得到。但點解社會對佢哋嘅認知仲停留喺幾十年前？當陳錦鴻喺節目激動反駁顏聯武嘅時候，佢捍衛嘅唔單止係自己，而係無數自閉症家庭嘅壓抑。因為呢種不理解，往往比疾病本身更令家長絕望。照顧一個自閉症小朋友到佢長大成人，要面對嘅唔止係每日嘅訓練、情緒爆發，仲有外人嘅冷眼、側目，同埋一句無心嘅你點教小朋友㗎？喺臨床上，我哋叫呢種狀態做 carer burnout。好多自閉症小朋友嘅家長每日24小時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可能顏聯武用關心嘅語氣問陳錦鴻：你唔擔心佢將來咩？其實呢句說話等同喺一個已經背住100斤重擔嘅人身上再放多一塊石頭。陳錦鴻反駁：我擔心，咁又點？正正係一個長期處於高壓狀態下嘅照顧者對無意義審視嘅最真實回應。我哋睇返歷史，人類對自閉症嘅誤解其實有一段好黑暗嘅過去。1943年，美籍奧地利醫生 Leo Kanner 首次發表論文，描述11個行為異常嘅兒童，正式命名為幼兒自閉症 （Early Infantile Autism）。但好不幸，喺1950年代，心理學界出現咗一個極度錯誤嘅理論，叫冷酷母親理論 （Refrigerator Mother Theory）。當時嘅專家認為，自閉症係因為媽媽太過冷漠，冇俾足夠嘅愛個小朋友，令到小朋友封閉自己。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時嘅媽媽承受住幾咁巨大嘅罪惡感。明明自己嘅小朋友係患咗一種基因同神經發育相關嘅疾病，但全世界嘅指控居然係你唔夠愛佢。呢種理論一直到1970年代先被完全否定。雙胞胎研究證實自閉症係一種高度遺傳同神經發育相關嘅疾病，徹底推翻咗冷酷母親嘅假說。但呢種將責任推俾家長嘅集體潛意識，好似一個幽靈咁，一直延續到今日。到咗1990年代，社會開始提出神經多樣性 （neurodiversity） 呢個概念，意思係大腦嘅運作方式好似電腦嘅 operation system 咁，有啲人係 Windows， 有啲人係 Mac。自閉症唔係壞咗，只係佢哋嘅接收同處理資訊嘅系統同大眾唔同。當你明白呢點，你就會理解陳錦鴻當時嘅情緒。佢唔係要人可憐，佢係要社會明白，自閉症人士嘅世界需要嘅唔係盲目擔憂，而係一套啱佢哋嘅能力培養同獨立機制。喺香港，一個懷疑有自閉症嘅小朋友，公立醫院嘅評估輪候時間往往要等1年到2年。但你知唔知道，治療或干預自閉症嘅黃金期係大概喺2歲到6歲期間？等得2年嚟，小朋友嘅黃金發育期已經過咗一半。而家長嘅壓力呢？有數據顯示，特殊需要兒童嘅照顧者患上抑鬱症同焦慮症嘅機率係比普通家長高出接近3倍。好多媽媽被迫辭職，全職照顧，爸爸要一個人打2份工，屋企人嘅社交圈子完全切斷，最後演變成孤立無援嘅困境。喺澳洲就有一家4口加埋2隻寵物被發現喺屋內身亡。當警方同社工介入調查嘅時候，
發現呢個家庭照顧住2個嚴重自閉症嘅細路，佢哋嘅社交圈子喺過去幾年已經完全切斷，官僚體系嘅申請表格被退回，申請照顧者喘息服務 Respite Care 排隊等咗1年又1年，最後喺身心徹底崩潰、孤立無援嘅困境下，家長選擇咗最絕望嘅不歸路。澳洲政府推行咗 NDIS 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 國家殘疾保險計劃。澳洲嘅邏輯好簡單，早期干預 Early Intervention 雖然要花政府好多錢，但如果喺小朋友6歲之前提供足夠嘅語言治療 Speech Pathology、職業治療 Occupational Therapy 同心理輔導，佢哋長大後能夠融入社會、獨立工作嘅機會會大增。從經濟學角度睇，今日喺 Early Intervention 投資1蚊澳紙，未來可以喺社會福利同醫療開支上面幫國家慳翻7蚊澳紙。澳洲嘅模式唔係因為澳洲人特別有愛心，而係因為數據話俾政府聽，呢個先係對成個社會成本最低、回報最高嘅做法。聽到呢度，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記得俾 like、訂閱、留言、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因為你每一次支持都係令我可以繼續研究數據嘅動力。我喺澳洲 Community Care 做嘢咁耐，見過學校會安排 regular 嘅課程，話俾普通小朋友聽，你身邊嘅某某同學，佢可能對眼唔敢直望你，或者佢對聲音好敏感。當佢戴上耳筒嘅時候，唔係佢乖，而係佢大腦接收緊好多信息。當成個社區由巴士司機、超市收銀員到學校老師、普通市民都知道咩係自閉症嘅時候，照顧者帶小朋友出街就唔需要再面對嗰種令人窒息嘅審視眼光。陳錦鴻激動反駁顏聯武，背後真正嘅悲哀係一個知名藝人喺事業高峰嘅時候選擇隱退，全心照顧佢有自閉症嘅仔，但係都要接受顏聯武嘅逼問同唔理解，感到無奈同憤怒。咁無名無姓嘅普通市民呢？佢哋嘅無助又有邊個會聽到？每個人嘅人生都有自己嘅難關要過，自閉症人士同埋家長，佢哋要嘅只係一個唔會隨便用偏見批判佢哋嘅正常環境。好啦，如果你想分享對今集嘅睇法，歡迎喺下方 comment 留言話我知，記得俾 like、訂閱、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